后来乡亲啊，这条路可能是全国上烂的路，这是云林斗南的滇南一路。去年10月，才拄啊铺好的点加路，因为袂堪要山石车再动载，加上最近小连山路大雨安尼冲，路面拢闭气离气，路缘嘛拢放气。这半个月以来，有几啊台机车伫遮塞车，在地乡亲是真怨气。议员是来痛骂讲，这根本就是豆腐铺的工程。路面拢必顺，甚至手会使插入去。路边的沟仔嘛放去，这是云林斗南的滇南一路。讲到这条路，在地乡亲是有够怨叹，唔代表哪讲较好。大部分拢桥倒啊太塞了。哪有人较难的哈？啊无哪铺无偌久就破呢？无毋对，其实这条路斗南镇公所去年10月才铺好尔，可就是因为有沙石车经过，加上最近连续咧落大雨，这个路面变甲害了了。路面的吼。这伤薄啦吼，3公分尔啦。云林县政府勘查了，发现讲滇南一路伊点仔介路面干那3公分高，根本就袂堪要动车到。豆花工程啦，因为雨水冲落尔，路就逼到这落形的嘛。本来斗南镇公所应该重新搁铺过，因过因为经费无够，伫安全的考虑下，变成县政府先派人将路面搁重铺过，因过这个做法干那会使治漂。因为若要修理好，爱将近800万，即马县政府准备向中央提报天然灾害申请经费，互民众有一条安全的路通行。